然后过一年了后，才搁翻译变做台语的信息吼。所以这条咱来看吼。咱做伙来读这个歌词，咱要学罗什么呢？来做伙来，我心实在学罗，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得灭亡，诚心实意敬尊。第二节，上帝大慈悲，赦我拢无罪过。搁开又过一日照顾养饲，我边得着医好。第三节，上帝除我罪恶，哪东离西会远，哪天离地悬，恶切度阻碍，恶得体算。第四节，亲像父母疼叹怜悯所生的囝，上帝也疼敬伊的人，赢过父母的疼。第五节，人性命若花，大风吹来就谢。上帝慈爱永远袂毁，久长是阮无厌。所以这个所在是伫遐甲咱讲，最重要就是讲，咱人是有罪恶的人，总是上帝的怜悯，伊的大慈悲，赦咱拢无罪过，互咱的罪若东离开西遐尼远，那天离开地遐尼远，伊疼咱也亲像父母疼囝儿共款。咱做伙来唱第一节，来，我心实在学罗，因为上帝大恩，救我性命免得灭亡。诚心实意敬尊。第二节，上帝大慈悲，赦我拢无罪过，又过一日照顾养饲，我必得着医好。第三节，上帝除我罪恶，哪得比赛的河，哪天你对我无切度，主我的体生。第四节来，亲像父母疼叹，你比所生的囝，上帝也疼敬伊的人，也过父母的疼。第五节来，咱若性命若花，大风吹水就谢。上帝慈爱永远袂毁，孤单是阮无厌。第二条诗歌是594首，我心免摇移。箴言3篇26节安尼讲，因为耶和华要做你的倚靠者，伊要保守你的脚无陷落路网。这条做事的人是足有名的一个人，叫做约翰牛顿。约翰嘛足有名，牛顿嘛足有名，两个合起来，约翰牛顿搁较有名John Newton 因为咱知影不管什么教会，华语教会、台语的教会大家差不多会我的人拢知影一条诗歌就是啥？对 ，Amazing Way 就是中文奇异恩典，对，奇异恩典，大家知影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这条诗歌就是伊写的。伊是一个是安怎遮有名的人因为伊是一个实在是伊要考牧师的时阵去互遐个政委员甲伊呼决因为安怎伊讲这个人那个什么事坏事都做尽没三小路用，是安怎要甲伊总是这个人才是有来头因妈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从细汉就用
基督教的教训，来教这个囡仔。总是他真的是不学无术啦，从那缀人去做水手，啊，搁去卖迄个卖奴隶、酗酒、赌博，吃喝嫖赌样样都行，但是一直到有一天伊咧坐船的时阵拄着大风影，大风影咧水走入来船内，伊就讲：上帝啊，你救我！伊在底下逼切来祈祷，就想着讲伊的老母甲伊教伊的即个上帝，所以伊祈祷了尔，迄个船上的迄个货物规个拢落来，拄啊甲渡掉迄个漏水的迄个坑，船啊，即台船无沉咯。所以伊就心内讲：哇，这上帝正经有存在呢！我安尼祈求伊就来听我的话。总是伊毋是伊敢若一时的感动尔，咱人嘛不是安尼，一时的感动无真正悔改，所以佫继续伫遐去卖奴隶，跑到西非去卖奴隶，这样过了6年了后，生一个大病。大病了后，伫迄个中间，有经过基督徒的朋友，在船上的一个好朋友，甲伊开始替伊祈祷，伊也做伙祈祷，就那伫迄个所在开始悔改，开始读拉丁文、希腊文。所以拉丁文、希腊文甲迄个所有的迄个咱的基督教的道理，伊拢真清楚。总是伊过去的迄个坏记录，互迄个伊要申请要做牧师的时候，遐委员才来看袂起伊安尼。总是到尾后有经过别人的保证，经过佫真好的迄个调查了后，就然互伊来做牧师。伊做牧师了后，足爱讲道，足爱讲到足老的时阵记忆咯足歹啊！伊嘛是徛伫顶头，嘛是要讲啊，讲牧师有时拢会写讲稿，写伫遐我说这找无，毋知佫刷落去是倒一张，伊就爱边仔爱徛一个人伊甲伊协助，知影讲伊讲到倒的时阵紧对下面迄个讲稿摕来互伊看安尼。总是有一句名言，伊永远都会记得。伊讲：我永远会记得，我可能我咧讲道，我咧讲啥，我拢袂记，但是我敢若会记得一项，我是大罪人。总是救主是有大恩典，所以伊家己伫家己的迄个墓碑顶就写讲：这个人，我约翰牛顿无恶不作，我还贩卖奴隶，总是救主耶稣用他极大的恩典来救赎我，来呼召我成为一个宣教者。所以呢，伊就做几啊首足有名的诗歌，所以奇异恩典大家拢知。今仔日咱这首嘛是伊所写的诗歌。我心免摇移，这就是伊家己讲的我心免摇移，时常滚我的脚要出现是阮保护我我若迫切恳求，逐项以为正咱来开始唱乐，时间无，咱来唱第一站。可不可以帮我回到我回去就它调，回第一节，不好意思，好来，我是对不对？594，好，我备来。我心免摇移，主是上滚我的脚要出家，是阮保护我。我那边这恳求，大好伊要教，救主那的尊啊，我以我免惊。咱来唱第4节来。伊永远定着，你救我脱离，免予
忙，那即条是咱回应的诗歌。咱咧唱的时阵，咱嘛想到即个江女屯的迄句话：我是大一伊，总是伊是有大有恩典的救主，伊赎回咱，互咱安那脱离一切罪恶。咱练习到遮。今仔日是月定奉献主日，请兄姐备万心。你所拣选，互伊亲近你，踮伫你的院内的，即号人有福气。我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三角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234首，圣诗234首，请起立。
只是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生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列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敢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搁公道的教会，信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因启英文诗篇145篇第1节到第5节、17节到21节来应答上帝的话。我的上帝，我的王啊，我要尊你最悬。我要日日祝谢你。上主至大，因为应该受大的侮辱。这代要对迄代侮辱你的所做。我要静静想你尊贵荣光的威严。上主伫伊一切所行的，无毋公义。伊若求救上主的，上主甲因亲近。敬畏伊的，伊要成因的心所爱。上主保护一切听伊的人。我的嘴要讲出侮辱上主的话。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阿爸的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感谢你的恩典，通过你圣手的作为，予日月星辰运行。地深的所在，伫你的手中；悬悬的山尖属伫你，海洋属伫你，大地也是你的手造成的。你创造春夏秋冬的水，因为你是上帝，赢过隆重的生命。我要用诗歌学落你的名，出欢喜的声。毋过，阮常常袂记哩你的教示甲恩典，犯落侪侪无合你心意的事，有得罪你甲得罪人，偏离你的道路。求主你赦免阮的罪。阮今仔日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恳求圣神引带阮的言行举止，莫阁得罪你甲得罪人，也求圣神引带阮行伫叫阮完全的交托主做上帝你的同工。求你赐予阮每一个人无共的恩赐，做适合的服侍，刚强壮胆来行伫你的道路。因为若无服侍，阮白白得到的恩典就无意义，阮的才能就无价值。恳求主，你予阮有疼心来帮助需要关心的人。阮今仔日组织伫圣殿吟诗敬拜，求主你对头到尾亲自临在，也求主你听阮的恳求，予阮伫祈祷中经历圣神的充满。今仔日你所予阮的圣经节，透过淡薄数的传讲，体会到你爱阮知影的真理，将主你的话语成做阮生活中的准情，行出合你心意的生活，日一直人荣光你的名。主啊，你永远是阮的倚靠，是阮性命的根基。无论经有何歹，阮的心神拢有主你的同在，保护阮带伫平安的道路。
阮当中有心中艰苦不足、心神软弱的，求你帮助因坚强有勇气行头前的路。有家庭拄着亲人逝世的，恳求主你亲自安慰夫妻，互因对你有仰望地面的生活向前来迈进。求你坚固因的信心。阮要将早起的敬拜甲服侍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你引带甲带领。愿知安尼的祈祷无够野，愿即时也要照主所教习惯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我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0章27到38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95页。路加福音第20章27到38节。有撒都该人，就是讲人无国外的，几若个就近来问耶稣讲：先生啊，摩西有记来指示阮讲，若有人伊的兄死有某也无囝，伊的小弟就带伊的某生囝来续接伊的兄。安尼有兄弟7个，大个带某无囝就死，第2个、第3个也带伊，7个拢安尼，无留囝就死去。后来妇人人也死，安尼伫国外时，即个妇人人要做因中间打落一个的某，因为即7人拢有带伊做某。耶稣甲因讲：即世界的人有嫁有带，若是算做袂得着迄个世界，也会对世人中国外的就无嫁无带，因为也袂会搁死，是亲像天使一样。因为做伙国外的人就做上帝囝，论死人国外，摩西伫七篇迄边有指明，称呼主做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伊毋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因为众人为着伊来活。请陈美玲牧师讲道，题目是活伫国外的实境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基督教上重要的就是国活。耶稣顶是一个死，若无国活，耶稣不过是一个教主。这个信仰甲其他的信仰也无啥物无共。但是耶稣的确死了后第3天国活，伊的国活证明伊超越死亡的关系。伊就是上帝，伊的国活嘛拍开世间人得救唯一的一条路，互人会当得到赦免，性命会当有盼望。毋过世间人真侪人无法度接受耶稣有国活这件代志，所以伫咱的课本内面所讲的耶稣，不过是一个先知，不过是一个教律法的老师，是无可能国活的。但是基督徒咧。咱安怎看待耶稣的国活？咱敢嘛相信耶稣所讲的国活甲活命在伫我，信我的人虽妄死，也阁要活。也是亲像保罗所讲的，总是打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国活，做遮个得困的头一个国活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讲，当咱看见果子树仔顶面迄粒得熟的果子。咱就知影，即丛树仔顶面其他的果子嘛，得要渐渐得要熟啊。共款，伫国活即件代志顶面，耶稣是迄个第一个国活的，所以这互咱知，将来咱嘛会亲像伊国活。毋过国活即件代志，无法度用理性来辩论来得到，所以伫历代历史嘛引起无共款的争论。亲像伫耶稣时代，犹太人因对人死了后的命运就有几啊种的讲法。亲像有一届保罗被掠去宗教议会受审判的时，伊看出伫遮议员中间有一半的人是撒都该人，另外一半的人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属伫当时的社会较顶层的这个阶层，亲像当时的大祭司阿那、该亚法，因拢是属伫即个派的。就撒都该人即个党的，这个撒都该人认为人死了后灵魂就无去啊，所以因无信有国活，因嘛无信有鬼神，嘛无信有天使，因敢若接受摩西五经，因无看重其他先知册。另外，撒都该人互这个敬虔的这个法利赛人上看袂起的就是，这个撒都该人甲罗马的政权徛到非常的瓦近。甚至会当讲，因是向罗马皇帝妥协的一个教派。但是保罗本身伊是法利赛人，所以伊知影伫即个议会中间，另外一半是甲伊共款受共款教育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拄啊颠倒饼。
有一段经文有讲，撒都该人讲无国话，也无天使，也无神，若是法利赛人就认两项拢有。所以法利赛人因是信有国话、有天使、有鬼神。所以保罗伫当时迄个议会中间，伊面对众人要攻击伊，伊就利用这两派的矛盾，伊伫遐讲：我受审判是因为死人国话的误妄。所以伊讲，我伫遮互恁审判，是因为我有讲死人国话。所以伊用国话即个议题来引起这两个派因两个真大的争端。所以这两派人就安尼吵起来啊。最后因无法度去审判保罗啊。所以对安尼的历史会当知，敌人的知识、理路、了解、用词，若徛伫无共款的观点，是无法度产生一个真积极的对话。亲像有一篇文章就写。联合国因出一个题目，请全世界囡仔来回答讲：你对伫其他国家粮食短欠的问题，请你讲家己的看法是安怎？结果无一个国家的囡仔会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非洲的囡仔伫看题目了后，因毋知影什物叫做粮食；欧洲的囡仔看了后，因毋知影什物叫短欠；拉丁美洲的囡仔因看了后，无理解什物叫做请。美国的囡仔看题目了后，毋知影什物叫其他的国家；亚洲的囡仔看了后，毋知影什物叫做家己的看法。所以要理解咱看袂见的国话即件代志，除了查考圣经，除了相信圣经以外，咱嘛需要谦卑来认清家己的智慧真有限，并且咱用信心做伙来互相鼓励。因咱若认为讲我会当靠理性的辩论会当得到。这是无意义的，咱嘛永远找无答案。所以伫今仔日这段经文就是讲，有一寡撒都该人因来找耶稣，问耶稣即个问题。因讲：先生啊，摩西有记载，指示阮讲，若有人伊的兄弟有某无囝，伊的小弟就带伊的某生囝来煞接伊的兄。安尼有兄弟7个人，大带即个某，然后伊无囝就死。第二个嘛带即个，第三个嘛带即个，然后7个兄弟拢死啊，因拢无留囝就死啊。后来即个妇人人死了后，伫国外日，你讲有国外，安尼若伫国外时，即个妇人人是要属伫倒一个人的某咧？因为即7个人拢有带伊做某。哇，即个情形若发生伫咱华人的社会，即个妇女会互人骂做是啥？克夫。但是对伫犹太人来讲，这是因会当理解的情形，因为犹太人上惊就是因其中一个支派无后代，然后就消失啦。所以无论安怎，拢爱替死去的即个人留一个后代。所以伫摩西律法内面嘛有规定，兄弟3个徛起，其中若一个死无囝，死人的某毋通嫁外人。伊丈夫的小弟就入去伊遐，带伊做某，来尽小侄的本分。伊所生的大囝就煞接死的兄的名分，免得即个阿兄的名伫以色列中间来消灭。所以咱看见，对伫犹太人来讲，这个撒都该人来问耶稣的问题，是一个真合理的问题。但是对伫撒都该人的喙问出来，这非常的刁钻。非常的诡计，因为这个人明明无相信有国话，因煞用编出来一个故事来质问耶稣讲：安尼你讲有国话，但是国话是这个妇人人到底是谁的太太咧？对这会当看出，因对国话的认知是甚物？因认为国话就是尸体搁活起来，然后过甲今世共款的家庭的生活。但是兄弟姊妹，若国话是安尼行，就替人带来非常歹解的结。因有的人伊的家庭的结构是非常的特别。另外对遮，咱嘛会当看出，这撒都该人根本无想要明白真理，因敢若想要证明讲国话这件代志是根本无存在的。所以咱对撒都该人问的问题，咱看出因真聪明、真合理。但是因的眼光是细到用地上的制度来量天顶的真理，但是这嘛真做咱的境界。
咱敢嘛会用咱的眼见来评估咱的信用咧？咱敢嘛会用咱的现实来理解永远的代志咧？也是咱用世间的理路来分析上帝的能力咧？若是安尼，咱敢有可能会当体会咧？用一个譬如来讲，就是你的手机是非常旧的一个手机但是今仔日你搁去下载一个新的系统，结果就是安怎？毋是开就是宕机。同款，咱的上帝太过伟大，但是咱若一直用咱的习惯、经验、理解去认捌伊，就永远无法度体会上帝的伟大甲权能，甚至会哪来哪去会遮真搞怪的看法，也是问题来出现。但是咱看见耶稣无互因的问题所捆绑着，伊要互因看见搁较大的真相。耶稣甲因讲：，即世界的人有价有差，若是算做会堪得着迄个世界，也对世人中国外就无价无差，因为也袂活搁死，是亲像天使一样，已经做国外的人就做上帝的囝。伫遮，撒都该人问讲：，安尼？即个人过活了后，伊是谁的太太？但是耶稣伫遮提出，互因要思考的是啥？咱毋是伫遮谈论伊是谁的太太，咱爱思考的是啥？什么人才是真正属于上帝？所以我有做一个表，互咱大家会当看出其中的比较，就是耶稣的话中间有讲出属于即个世界，也属于上帝的人。伫即个世界的人有价有差。但是，伫上帝迄个世界的人，伫对世人中过活了后，无价也无差。伫即个世界，所有的人拢会死，但是属伫上帝迄个世界的人，因袂阁死，甲天使一样。属伫即个世界的人是属伫即个世界，但是国外的人是上帝的囝。所以伫耶稣的话内面，咱会当看出即个世界甲上帝的世界。这是两个无共款的世界。这个世界，逐样的代志、逐样的事物，拢无法度带到上帝的迄个世界。伫上帝迄个世界，因就袂阁存在啊。所以以前咱拢听过讲，哎呀，你伫世间追求这功名、名声、物质、财物，这拢袂带到上帝迄个世界。但是今仔日，撒都该人问耶稣的这段经文。耶稣回答因的答案中间，较互咱看出，当咱到上帝遐，咱彼此的关系就要改变。伫世间有价差，咱两个人中间就有夫妻的关系，就有夫妻的名分。但是到伫国外的生命内面，这个关系就伫上帝的听内面完全无阁存在啊。人甲人中间无阁有任何关系、名分的限制，因为咱已经互上帝完全的听来接纳、来成做上帝的囝。所以耶稣的答案打破撒都该人的理解。耶稣非常明确甲因回答：国外毋是亲像恁所想的尸体骨起来，然后继续延长生命。耶稣讲的是，当咱国外。咱的人际关系就会超越世间的关系，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一个层次。安尼讲起来，以后咱伫上帝遐时，你的太太就无过是你的太太，你的丈夫也无过是你的丈夫，你的后生也袂过称呼你是爸爸妈妈，你也袂过称呼你的囡仔叫做我的后生、我的查某囝。安尼。会是一种什么款的关系呢？耶稣讲，国外的咱亲像天使一样。虽然撒都该人无相信有天使，但是天使是上帝所创造另外一种的族类，所以耶稣用上帝创造的另外一种的族类天使来说明：天使袂有死亡，天使也袂有婚姻。天使也袂因为生养囝儿所带来这爱恨情仇，爱来承受这生离死别。所以耶稣讲，国外咱会亲像天使共款，
咱无需要去用即个世间遮复杂的关系来定义讲我是甚物人的太太，我是甚物人的后生。伫国外日，咱会得到一个新的身份，就是我是上帝的囝。所以兄弟姊妹在提醒咱甚物？就是咱对人中间的关系，毋免太过执意。我有一个朋友，伊敢若生一个后生。即个后生自细汉，伊就将伊全部的注意力放伫即个囡仔的身躯顶。现在伊个囡仔读大学啊，有家己的生活，嘛搬出去住，所以我的朋友产生非常大的失落感，伊无法度爬起来。嘛有真侪人因为太过看重朋友的看法，也是太过看重我的另外一半的感受，来失去自我，甚至失去信仰。所以，耶稣伫教导咱面对甲人的关系时，耶稣爱咱将伊放伫上悬、上重要的一个位置。咱如果将耶稣放伫上悬、上重要的位置，耶稣就要赏赐智慧，帮助咱伫适当的时间，将适当的人放伫上适当的位置，然后咱就会用合宜的态度协助咱的家庭。咱的囝儿、咱的父母，也是咱的学校、咱的公司，也是咱的社交的群体、咱的教会，会当有一个健康的运行。若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会有改变，称呼会改变，并且国外带互咱的，佫较是咱的形体的变化。咱会对有罪的形体来变做无罪的形体。咱会对咱的会朽烂的身躯变做袂朽烂的身躯。路加福音特别伫遮记载，国外是上帝才会堪得着的人，配得。国外是上帝会堪得着的人，配得的人。什么叫会堪得着的人呢？是奉献较济的人吗？是服侍较济的人吗？是读圣经搁较济的人吗？拢毋是。那根据保罗的解说，会堪得着的人，就是坚调真理的人。这是《使徒行传》13章46节，遮有保罗一个说明。当然，咱讲要坚调真理，伫顺世太平的时。什么人袂坚调真理咧？咱会当真安稳坐伫遮做礼拜，当然啊，我会当坚调真理啊，真简单啊。但是保罗伫遮特别提出的解说就是：当迫害，也是世界逐样无共款的价值观压伫你的内面的时，你敢会当犹原坚调真理咧？所以耶稣的答案，互咱看出，国外。毋是搁活一届，搁活是咱会有一个换新的活命。但是即种换新的活命，敢是咱死了后，将来主耶稣搁来时，咱才会当得到咧？信仰敢是咱未来死了后的愿望那尔咧？耶稣伫遮甲咱讲，搁活毋是未来才有的愿望，是咱今仔日就会当活出。新的生命的款式，所以耶稣应该是看出这撒都该人内心的问题。因内心可能想讲：啊，你哪会知影？圣经也无安尼写啊。所以耶稣无等因问，耶稣继续讲：论死人国话，摩西伫刺皮迄篇有指明，称呼主做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头拄我有讲过，对撒都该人来讲，因无信规本的旧约的经典，因认为上有权威，因承认的只有是摩西五经。所以耶稣因上熟的刺皮迄篇来甲因说明，为什么叫做刺皮迄篇呢？因为当时耶稣的时代圣经无亲像咱有分章分节。所以因无法度讲啊，咱来读倒一篇、倒一节，因无法度讲，因只有用经文内面的特色来称呼迄段经文。所以刺皮迄篇是啥？
就是今仔日咱的圣经内面出埃及第3章，就是摩西伫遐伊伫旷野内面看见上帝互伊看见的一个异象。迄个异象就是刺皮和火烧，但是无烧去。另外，上帝嘛伫刺皮中间呼召伊，然后用伊来做自我介绍，讲：我是你的祖公的上帝，阿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所以，伫遮顺续介绍一下，刺皮和火烧，但是无烧去，嘛是咱长老教会所使用的一个记号。所以，咱无论伫咱的周报顶面，还是伫所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这个招牌顶面，咱拢会当看见即个标记。伫即段经文中间的中文，咱看袂出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但是伫原文，上帝讲的“我是 I am”， 上帝毋是讲我以前是 I was。上帝伫遮用摩西来表明，虽然你进前的遮祖先因拢死去啊，阿伯拉罕、以撒、雅各拢总死啊，但是我甲因的关系永远是存在的。我无忘记你我甲因的立约。我是信实的上帝，所以我嘛继续带领你，互你有够业的气力，会当带以色列人来离开埃及。所以咱看见伫原文，上帝非常表明讲，我是你的上帝，我也是你的祖先的上帝。所以咱看见上帝是永远无改变的上帝。结尾，耶稣嘛结论。伊毋是死人的上帝，是活人的上帝，因为众人为着伊来活。而且上帝自称伊是阿伯拉罕，伊是以撒，伊是雅各的上帝。佮讲伊毋是死人的上帝，这就表示虽然阿伯拉罕、以撒、雅各这祖先拢已经死，但是伫耶稣过来时，上帝会互因佮活。所以，这嘛，互咱知，无论是遮以色列人的祖先，也是咱的祖先，咱已经信主的遮过往的遮兄弟姊妹，咱的亲人朋友，因的死拢是暂时的，因为上帝伫将来会互因搁活。虽然遮信靠伊、听伊、服侍伊的奴仆，因的肉体拢已经死，但是伫上帝眼中，因还是活的。所以，虽然咱无法度去看见因，但是上帝还是因的上帝。上帝永远要伫未来日子赏赐互因搁活的一个活命。即时的因伫倒位咧？因伫上帝遐听候咱将来伫天里搁再相见。所以，基督徒对伫死亡的看法就袂遐尔绝望。有人找到一个宣教师的梦牌顶面写一句话，讲：这个所在敢若藏外衫，主人已经转去厝里啊。互咱看见真水的一个见证，就是咱的身躯虽然暂时安息，但是咱的灵魂已经转去上帝的怀抱，伫遐等候过活的日子。咱会当有安尼的态度，会当对死亡无惊吓的态度。毋是讲我家己有偌大的信心，其实咱每一个人非常惊死，但是因为耶稣的搁活，咱看见上帝信息永远袂改变。有一个宣教师，伊伫印度传福音，伊徛伫街路向人传扬耶稣基督的搁活。讲完了后，一个穆斯林甲伊讲：“先生啊，你讲了真好，你真会晓讲，但是你要欠一项。”这个宣教师问伊讲：“安尼，请问是倒一项咧？”这个穆斯林回答：“阮会当到阮的圣殿卖家去朝圣，但是恁的耶稣伫耶路撒冷的坟墓是空的。”听了后，宣教师甲回答：“是啊，恁的穆罕默德已经死啊，伊的身躯还伫坟墓内面。世界其他宗教领袖也拢是安尼。”因拢伫坟墓内面，只有耶稣虽然死，但是伊已经搁活，伊无伫坟墓的内面。
这就是基督信仰的确信，也是阮甲其他的宗教无共款的所在。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毋是存在伫过去历史的上帝，嘛毋是教会纪念册内面的上帝。上帝今仔日要伫地，伊要伫继续伫行动中间的上帝。所以，如果咱信靠伊，咱就是活伫国外的实境的中间。什么叫做实境？咱看电视顶面的实境秀，就是无经过彩排、无修饰，直接表现出即个参与者上真实的感受甲行动。同款，当咱接受国外主耶稣甲伊的活命的时，咱嘛参与伫即个国外的实境的内面。但是，咱要安怎透过咱的实境？咱要安怎透过咱的性命，互人看见国外耶稣咧？当咱拄着失望、病痛、失败、无确定的未来时，咱爱知影咱无孤单，因为国外耶稣伊坚固咱的信心。当咱面对破碎的人际关系时，爱会记得，只有将来迄个上帝听才是完全的。但是，咱今仔日活地时，咱嘛爱伫咱的实况的中间学习，无计较、无占据去付出咱的听。伫咱每一日的行动内面，咱嘛爱透过甲人的互动，伫主面前的认罪悔改，互家己体会到圣神伫我中间运行的气力。我相信，毋免咱加讲话，毋免咱想讲要安怎去说服别人。当别人伫咱的身躯顶看见主耶稣国外的气力，因就会受吸引，因就会望会当认捌即个你讲改变你、赏赐你活命的即个耶稣。咱做伙来祈祷。主啊，阮感谢你，你讲你是活人的上帝，求你互阮毋通互理性所限制，互阮会当用信心来活出国外的性命。无论阮面对失落、病痛，也是死亡，求你互国外光照入去阮的内面，换新阮的思想，互阮有盼望，互阮有活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门。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请做伙来读2遍。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的爸上帝，就是听咱。也伫稳定将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愿望赏赐咱的，愿意安慰恁的心，坚固恁伫一切好的所行、好的所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6到17节。咱的主耶稣基督甲咱的爸上帝，就是听咱也伫稳定将永远的安慰、甲好的愿望赏赐咱的。愿意安慰恁的心，坚固恁伫一切好的所行、好的所讲。帖撒罗尼迦后书第2章16到17节。三甲来宾诗回应上帝的话，信诗594首，信诗594首，请起立。
请坐，请市公务长老、谢尚雅长老、詹基昂长老、廖国甘执事、詹玲仪执事来负责奉献。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3点，教会定伫11月23号中昼12点，要伫新东南餐厅举行全教会的感恩聚餐，登记到今仔日为止。第4点，教育组16号就是下摆日的上午11点，有举办心灵主日学的课程，经文甲新闻第3讲，由桂忠林牧师主讲，如甲切鸟啊，欢迎兄弟参加，登记到今仔日为止。小组甲牧区消息第1点，但以你亲的牧区今仔日下午要举行全教会爬山斗阵行的活动，要参加的请伫下午1点半，伫永春实地公园集合。集体关怀，幼春姊妹伫11月初1蒙主温调，定伫29号拜六上午10点半，要伫台北市怀爱馆金明厅举行告别礼拜，请为着遗族祈祷。奉献的部分，咱有错误，请往中一订正。自感自会甲下周圣工侍奉者，请家己看。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
好，咱今仔日爱做几项代志，等下到1楼的会记哩哦。吼，就是咱来登记咱11月23号的自餐。吼，然后咱嘛，你若要参加新年主日学的嘛，会记哩爱登记。啊，咱家己食饱了后休困一下，吼，咱当到伫迄个1点半到伫迄个永春湿地公园遐集合，吼，咱做伙会当去行即个豹山，吼，这袂讲介歹行吼，咱会当做伙伫遮行，因为今仔日天气不佳好吼，啊，听讲明仔载后日就开始要有风雨，所以咱做伙来晒一下阳光安尼。好，咱嘛为着幼春节因的全家来祈祷，吼，咱嘛将即个时间留落来，29号拜六10点半，伫迄个殡仪馆的所在，咱嘛为因的家庭来祈祷。好，即时咱来看咱的公道的事项。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士祈祷，咱嘛为着建堂事工祈祷，为着欢迎的姊妹欢迎即事来祈祷，嘛为着身躯欠满的慧玲姐，吼，伊顶礼拜完成迄个腰骨的搁一届主迄个骨年吼，所以即马已经伫厝里休困，咱讲求主会当完全医治伊。咱嘛为燕春来祈祷，燕春就是彭雅即事的太太，伊搁来要进行第2届的化疗，互咱讲求主会当帮助伊，互伊的身躯会当有真好的体力。咱嘛为着神屋即事来祈祷，神屋即事伊嘛对同的所在搬转来台北，伫伊的遮旧厝的所在，互咱嘛恳求主会当来扶持帮助，互伊的身躯会当有勇行。因为伊的迄个颈椎压迫吼，所以较无就是无法度较无法度行，互咱恳求主会当来帮助。那么为着林水长老、美莲姐、公鸡姐、怡丽、明月姐、道明兄、秀慧姐、金盆姐、雨婷、阿卡姐、明珠姐、方梅姐、丁友兄、俊清兄、明理姐、阿菊姐，互咱开喙为着遮个年老伫厝里疗养、接受治疗，遮兄弟姊妹，咱继续替因祈祷，互咱开喙来祈祷。所以我们要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求你带领我说，我们许多年长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主啊，求你看顾、保守、带领，让弟兄姐妹在面前能够得着靠。求你，主啊，我们要为了，禁止祷告，主啊，求你保守禁止，也让他的神，求你看顾他，保守他，为了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来祷告，求你看顾带领我们的教会，都能够旨意当中。主耶稣，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甲感谢，阮看见你过去是安怎带领阮每一个人的性命，互阮经过苦难、病痛。也是死亡的痛苦，总是主你引带阮，互阮会当有气力，会当互阮活到今仔日。阮为着安尼来感谢你，所以阮相信你伫未来也要共款引带阮，你也要手术互阮有共款对你来的气力。虽然面对世间真大的灾难，也是遮个家庭中间的遮个问题，也是阮病痛。父母的病痛，也是阮家己的病痛问题，总是主，阮相信你有你美好的意思甲带领，阮也恳求你继续帮助，互阮众兄弟姊妹会当伫你的面前领受信心，互阮知，阮活着是靠主你来活，主恳求你甲阮同在，阮也要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阮有侪兄弟姊妹身躯病痛，主恳求你医治，阮特别为着。信实来祈祷，伊即时要伫安宁病房，主恳求你来帮助扶持，也互伊的肉体会当得到适当的医疗。主，阮也要为着因的全家来祈祷，也为着侪你厝里接受化疗、医疗、复健，也是医药的帮助，或者兄弟姊妹祈祷，恳求你帮助扶持，互因会当倚靠主，虽然身躯。真软弱，总是互因有够个信心，会当面对遮医疗。主，阮也要为着怀孕的姊妹原因来祈祷，恳求你继续保守带领伊，也为着侪有带细囝的遮个家庭、遮个父母、遮个阿公阿嬷来祈祷，恳求你也享受因智慧，享受因教育的气力。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面对世间真大的挑战、时代的变化，主恳求你，互阮有。共款对你共款的信心，甲坚调真理，互
互阮伫世界会当行出合你心意教会生活，互阮会当透过教会所做遮事工，引带侪人来入你的圣殿，做伙来敬拜你。主，阮也要为着阮的国家社会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即块土地，互阮虽然伫面对真大威胁，也是阮真大的内部遮不安的中间，主总是互阮会当三甲团结，互阮会当真正伫你的面前来得到合一。主虽然无容易，但是主，阮时刻为着阮的国家祈祷，也恳求你怜悯阮中间，也有90%的人也未认捌你。主恳求你照着阮小小的快乐，阮的事工，也是阮个人好的见证，会当吸引遮的人来就近你。主也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全世界。阮看见有战争、有饥荒、大样的天灾，主也恳求你的怜悯，互伫灾的中间的人会当得到解救。也恳求你保守伫各地的宣教师，互因所做的会当有上帝你的看顾，特别伫遮真敌对的环境的中间，恳求你也保守遮的宣教师因的性命，互因所做的事工会当来补牙成长，引带搁较侪的人来归向你。主，阮要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里。主，伫未来，阮真正有真侪性命挑战伫面对。主，阮恳求你赏赐，互阮有够爷气力，面对真侪痛苦患难，有时阵阮无法度靠家己来行，阮只有我靠你。主，就恳求你赏赐，互阮有够爷气力，互阮会当伫遮个事顶面有好的见证。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是来金信息386首，信息386首，因是要请陈牧师教导，请起立。天满邦满国满林，金马兄弟别个星星，无路上为一体兄弟，尊名流皇帝高万岁。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永远伫地，对世界、即世界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